亲爱兄姐，大家平安！欢迎大家转来咱属灵的大家庭永光教会，做阵来敬拜上帝。礼拜就要开始，请大家尽量坐头前，请把手机关机，也是改成震动的模式，或飞行模式，多谢。请用诚心实意来敬拜咱的上帝，请奏乐。上帝啊，你是我的上帝，我趁早要找你，伫旷旱困苦无水的地，我的心喙干少念你，我的肉体切切仰慕你。我要安尼伫圣所朝见你，为着爱看你的原能甲你的荣光，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我的嘴唇要学乐你。敬拜学乐。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互咱今仔日会当带着耶稣基督恩典，咱来到伊的圣殿，咱要伫遮来敬拜，要来学乐伊。会当敬拜学乐伊的是充满福气的人，阿门。阿门。因为咱的灵魂精英伫上帝厅内面，咱要来到伊的宝座前，咱就是要归荣耀、归学乐，互咱的天父上帝。所以这个时无需邀请咱众兄弟姊妹来起立。哈利路亚，互咱的心圣神来充满，圣神来充满，互咱感觉烧乐。不管咱徛伫遮敬拜，或者是咧看直播的兄弟姊妹，拢甲咱同心一意来敬拜这位创造天地的上帝。哈利路亚！咱这时咱举起咱的双手，咱来邀请圣神。哈利路亚！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圣神欢迎你来。你运行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上，你知阮的心思意念，你要互阮的心，将阮的目睭放伫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伊十字架顶所做所成，这个救赎，各外能力拢充满伫这个中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个时，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就天搭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边。伊被以亚搁来信化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徒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来甲隔壁的，咱来甲伊祝福你啊！讲，咱的儿女要得到上帝大快乐。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做伙来敬拜上帝。无阻止，我献出阮的敬拜，我鼓舞双手大声敬拜，我救归你宝座的上帝，伫你宝座前，全天赛拍拍敬拜，我万国万邦天地你光环救。
你宝座的上帝，伫你宝座前，一天山拍拍敬拜，我万国万邦天地都万有，归你宝座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都归你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万灵，都归你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救恩荣耀，都归你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颂赞万灵，都归你咱的上帝，直到永永远远。哈利路亚，咱拍拍啊！荣耀归乎咱的上帝，会当徛起伫遮来讹了伊，是上帝定咱成做伊圣洁的百姓，所以咱伫遮用这首诗歌，天父听咱每一人。天父听我世间情路，受事都是圣经。拯救赎回，拯救赎回，天父听到，天父实在是听。天父上帝真正是听。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比你听。写我一生无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虽然我有罪过记得，为你天父性命，罪数对你是我一个也不咱举手来讹了伊，天父是听。哈利路亚。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比你听。写我一生无悔罪过，天父上帝咱请兄弟来吟，兄弟来。姊妹来，拯救赎回，天父听到，天父是咱承认天父是听，举手来讹了敬拜伊。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比你听。写我一生无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我也比你听。写我一生无悔罪过，天父上帝是听。咱会众来吟天父。天父上帝真正是听，连
上帝是听。不管伫什么款的境遇内面，伊拢甲咱同在。哈利路亚。上帝在照顾你，念主是的阮若要行，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哪里在讲，哪里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最主最高拢要实际，上帝在照顾你，多多坎坷为了一时，上帝在照顾你。咱举手学了主，哈利路亚。上帝在照顾你，哪里在讲，哪里带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感谢主，上帝照顾咱，互咱的性命有瓦靠、有帮衬、有困难。咱这个时，咱要为着咱的德良兄来祈祷。德良兄，你举手一个。第一个就是德良兄吼，德良兄，伊等一下伫遮，伊要来见证伊的性命。94岁，伊有真侪93啊，吼，93岁若定哦，吼。所以伊伫遮要来见证，咱这个是要来为着伊祈祷，嘛为着伊的太太想歪者，为着伊的家庭祈祷，互伊的家庭伫上帝祝福内面兴旺，阿门吗？咱举起咱的正手，哈利路亚！咱为着德良兄，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主啊，阮提名为着德良兄来祈祷，主啊，伊是你所拣选的囝儿，主，阮感谢你，因为你拣我的命，互伊伫年老的时会当来明白这位世界宇宙唯一的主。主啊，你的气力，你的健康，伫阮的德良兄的身上。主啊，你也祝福伊的回老。主因两个虽然慢慢年老，但是上帝，你手术因的温暖，伊伫气力靠也已用，你也手术伫伊的后代。主啊，互伊的囝儿世世无离开上帝，一代，拢要得到上帝你大的祝福。感谢主的恩典，互伊性命会当做美好的见证，是要归荣耀主上帝，学了你的名，哈利路亚。咱第二位要来为着严丽云姊妹，严丽云姊妹有伫遮无？哦，丽云伫后壁吼，好，丽云。咱要来为着丽云来祈祷，啊，伊的爸爸妈妈卡咪来遮礼拜吼，啊，伊是伫昭德长老的小组，咱为着这位丽云，咱为着伊祈祷，求上帝来帮助，引带伊的生命，互伊的道路有上帝的气力甲稳定，咱举起咱的正手来为着丽云来祈祷，哈利路亚，1、2、3，哈利路亚。主啊，阮为着丽云来提名祈祷，你会听你的心情。主啊，你来帮咱，主啊，引带伊头前的路径，主啊，互伊不管到底什么款的所在，伫什么款的日子，主你拢正做伊的歌。主啊，你互伊无孤单，主啊，你互伊追求你，少年你的事，主你的圣事就充满伫伊的身上，主你也保守伊的家庭，主你的人保守伊的老爸，互伊的心记着上帝你手术的医治，气力稳定满满伫伊的身上。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天父和派。一步后迈是主所定，上帝在照顾你，让主
来讲，上帝在照顾你，免惊。来，你甲伊讲。阿门，阿门。这个宣告的气力，拢要伫咱今仔日所有伫遮敬拜兄弟姊妹，这个福气是属于你的，将荣耀拢归伫主。兄弟，请坐，请坐。感谢主吼，上帝伫咧照顾我。这是咱三甲来恭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希伯来书》第4章12节到第13节。请，因为上帝都是我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生命的剑较利。凡拿魂甲神、骨节甲骨髓，无刺入。破开心内遮的念头甲主意，也无检查。佮所创造的，伫伊的面前，无一项空目，就是万物掀开露出，伫审判咱的目前。圣经读到遮，愿上帝赐福听听伊的话的人。即马要请米利安诗班来学罗上帝。因要用的诗是掌上明珠。
咱感谢主会再去美丽安诗班唱这条歌咱听这个旋律甲这个话语，你感觉是查甫写的还是查某写的？应该是女性写的对无？哇，真水哦！伊讲咱是上帝的掌上明珠，总是迄个会当到掌上明珠迄个过程就爱有专业的，佮会当定味足深的，去找到迄个贝壳对无？较甲伊刻起来，甲将贝壳拍开，然后遐用清气经过这个专业的处理了，较会当将这个明珠显明出来。这个过程嘛是在形容咱的一个过程，咱等待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吧？然后咱已经成做伊的救赎的百姓，伊甲咱看做是伊掌上的明珠，所以我感觉这条诗歌真水，迄个写歌的动机真水，嘛知影这已经是女性写的诗歌敢是？是哇，你看这会当去体会到真水的一条歌。感谢主，咱每一个人的境遇拢有上帝美妙的带领，咱是深信的这件代志。今仔日毋是我要讲道我只是因人言语今仔日咱有邀请到一个重量级的所谓重量就是德高望重的重啦，对无咱真欢喜于德荣弟兄信主来到。伫咱教会信主洗礼到伫现在伊的生命有一个真水的见证透过今仔日会早起，要甲咱大家来分享咱因为伊是93岁所以咱听伊讲话速度甲即个行路的速度，拢有93岁的气派所以咱会当来用一个清心清的耳孔来听伊伊的生命的见证。我相信会互咱得到真济的利益，咱先甲荣耀归互咱的上帝，好无？来，哈利路亚！好咱要来请伊来分享伊即个经历当然伊有真用心伊真用心。伊讲牧师我一定会逐字写起来，我搁伫厝会读过几分钟我拢会甲你讲安尼伊有甲我讲，伊大概爱几分钟安尼好，咱就将这个时间来交互咱所敬听的于德荣我们的同工伊是咱的同工阿门来，夏牧师牧师娘，朱牧师潘牧师各位了解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呢，我蒙主的这个恩典以感恩的心要来做见证先感谢朱牧师给我用心来安排，互我有这个机会甲各位这兄弟姊妹来分享。神伫我身上的这个奇妙的这个作为，深感影响，所以我今仔日的心情会总非常的这个愉快为要方便各位兄弟姊妹，要听我见证会较明了，我今仔日这个见证我就分作5段来甲各位分享头一条呢，就是甲大家分享我做主的这个，我信主的这个过程，甲上帝互我的这个祝福这是头一条我是86岁的时阵才来受洗的，是2002年6月13虽然时间确实有较慢啦，但是比一生拢毋捌主的人来比来讲，我已经是最大的这个福气回想当初来这永光教会
这个情形，真的是一个真奇妙的这个经历啊！当时呢，我的查某囝已经甲我传福音，已经有几啊年，但是呢，要来去教会啊，因我的这个后生非常的这个反对。但是查某囝伊无放弃基督，神依然用伊的这个方法把阮带来这个教会啊。有一天呢，是我家后的这个朋友的查某囝打电话给伊讲因的妈妈破病佮幻想讲一直讲有遮好要来教。而且一直去念我查某人的这个名字我家后听到这个是讲这一定爱来去甲基督才有效所以到到其实甲是拜三啦，日子我袂记拜三我就约这个查某囝到镇去参访到伊这徛家才知影讲伊住的是咱这本大楼的这8楼，3楼呢竟然是阳光基督教会。查某囝想讲，这个所在呢，应该有用台语来讲台是上帝为阮两个老大人预备的这个教会但是当时因为后生的这个反对，阮也不便来教会。到甲伊徛这个徛家阮就牵伊的手为家后这个朋友来甲祈祷到拜五呢，我家后打电话佮甲伊问，甲伊我若是要3款伊这真欢喜，伊讲你甲这个祈祷实在有效我的家后去才接受的平时是伊人为伊祈祷，这次既然是伊为人祈祷佮有效心中非常的这个感动真拄好迄个礼拜，我后生就出国查某囝就利用这机会就甲阮两个老的出来义工教会。想要到呢这样呢就踏入这咱这个教会一直参加聚会到啥当时是2010年1年后呢，阮两个老大人呢就先后受洗归主这故事呢，会使讲真长变伊无办法讲甲真详细。若想要爱佮较明白神的这奇妙的这个作为阮甲我的查某囝拢愿意为做见证感谢主。阮会来这个永光教会呢，确实是上帝的带领呢，可见咱永光教会是神所喜爱的，有神同在的这个教会。我去第一次呢，踏入这个永光教会呢，就感受到一种的这个平安甲喜乐，而且气氛兄弟姊妹呢，热情的这个环境，整个教会就亲像一个大家庭，留互我真深的这个印象。无偌久上帝就安排李长老甲阮
两个老大人带去即个上义牧区兄弟姊妹的即个关怀互我的即个心更较有即个归属感时间已经过嘛真紧吼，我来教会就这10年吼。除了感受主的这疼心也有牧者的这疼惜，兄弟姊妹的这个关怀这一切不止吸引着我，也互我的这心得到极大的这满足。会当成为上帝的儿女，是我一生最大的这个祝福。我是在这所在要向上帝献上满心的这个感恩。我今仔日有这个信心在这个所在，是主要为主来做见证，是因为我的生命真实的这个经历上帝的恩典满满甲我同在。想起我要来受洗迄一日我的个大姊今年已经98岁吼，迄日估是91岁。小妹弟夫卫生里青五亲友当中有10外个来为我祝福安尼，互我内心会使讲非常的这个感动，也感恩，因为当时确实我有担心讲我的家族的人无法谅解我来改变信仰，所以亲人的这个祝福对我来讲意义会使讲重大的，互我放下心中的所有的这个挂虑。我知影这是上帝对我的这个怜悯甲疼惜，也证明一切拢是在主伫这掌权而且上帝无看轻视我，这老大人，也互我有这个机会来成为小组的这个守望者来服侍神。服侍中我感觉我的这生命更较丰盛也更较喜乐。上帝也祝福我的这个家庭信主以后我感觉我的以后的这个感情比过去更较甜蜜了。我今日的影响来看在这张是我50周年结婚50周年纪念照22年前就对啦我是少年了这张是70周年70周年伫这中常会颁奖的时候，你话过去无咱，即食老早有咱。好，我真感谢主互我找到一个这样贤惠的这个家后，伊真心来孝顺我的这个母亲93岁，用爱心来照顾我4个仔儿女将来成人，如今拢成家立业，家庭美满。最重要的是，伊到即马佫有一陪伴伫我的身边，甲我斗阵来受主来这个亲密的甲这个喜乐我感觉到非常的这个满足。今仔日如果利用这个机会，我要向你
讲声多谢。六个感谢伊一生的针对我、照顾我、扶持我，我也一生甲你惜命命。未来的道路咱犹然爱牵手甲是主斗阵来行。每样呢，拢会牵着伊的手，同心为阳光教会的这牧者，甲所有的咱的兄弟姊妹，甲我家内大大小小祈祷安尼。祈祷是上帝所赏赐，互咱的这权柄，甲这稳定。我伫这祈祷中呢，不断经历上帝确实是过真过活的神。我为伊所成就的一切献上感恩，感谢主。第二段呢，就是讲明白上帝的这真理。明白上帝了后呢，我才慢慢了解咱人有灵有魂有体人的这尊贵，是因为人有灵，这是人甲万物无共款的所在。有灵呢，才通甲神沟通，所以人活着毋是讲干靠食面还要爱这靠神口中的这话语并且爱常常甲神的灵亲近咱的这生命呢，才会通得到神正的这把助。咱的灵呢，也才会通掌管咱的这个魂甲体，享受神互咱的这真正的这平安甲喜乐。除了地面上的这福气，上帝也把这永生来赏赐互伊的这个家儿所以咱已经得到上好的这福气福分。咱爱靠主常常来喜乐，不断来祈祷，凡事感恩。明白主互我的这人生观，甲这个价值观完全改变。我不止回想，将心中的这个重担交神，也不断伫这学习、忍耐、包容、了解的这功课的。最重要的是因为上帝请受我，我嘛有迄个困难来请受别人。愈付出，生命就愈丰盛。这是我为基督基督徒以后才明白的这个真理。当然我所明白的真理也毋是真济我只有每日搁较顺读圣经，让主的这个真理充满伫我的这个心中，我就会看见我人生的这意义甲必然。第三段为主来传福音。传福音呢，是基督徒的这个使命。会记牧师也有甲咱讲爱随时准备好家己的这个见证，抓到机会为主来传福音。所以呢，我常常利用一寡机会亲像我顶日教授会生日的时我嘛有邀请这福音朋友来阳光教会
就我的这个见证，听我的见证，希望伊呢有机会来入捌主啊。我嘛真勇敢，其实我的这个大家族在家人办这个喜宴的时阵，我嘛有向因传福音，真感动我的这个家族迄时也为我来唱歌，唱诗啦，也好我祝福满满。到现在，我也是感觉真正感动啊！平常呢，我也利用甲这老朋友聚餐的时呢，我一定先带因做感恩的这个祈祷，大家分享我信主了后的生命的这个改变。亲像我现在过着自由自在的这生活，无紧无气的，也简单来讲一句，来讲一寡一般人听有的这真理，亲像咱本是上帝所创造，信主是人作归宗，毋是陪祖，因为人是神创造，所以人有困难就会想要找神。民间的这个信仰呢，嘛有讲需要，的时才去找神。亲像咱电视台来看，最近为了选举安尼庙，安尼大家要人，有庙行到无庙的，若愿望实现，就去行愿，也有分了这愿了后呢，甲神的关系伊就终止了，毋要搁去毋要搁再行，搁庙先过嘛无要入去这是第一点的人甲神的关系。但是咱基督的信仰，咱甲神的关系是永久无法度确定的这理想关系。生命的这连接，来是今日这个身份何等的这宝贵啊！因为是今日，所以基督徒有上帝的话命伫因的这内面，所以信主了后呢，一定会经历生命的这个改变，活出更较丰盛的这个人生啊！这是基督信仰甲其他的信仰无同款的这个所在，也有我也先爱这分享，讲这个喜乐甲这个快乐的这个无同的所在。快乐可能是一个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比如讲中奖无讲升官啦，无加薪就来旅游大部分拢是物质上的这享受啊。第一点也是第一点性的，因为快乐真容易受这环境的这影响，环境若影响若改变，快乐就消失了。但喜乐是发自内心的这个决定，是超越环境的这个限制，是无人会通甲咱夺走的这个欢喜啊！就亲像咱基督徒因为明白人生中会所发生的每一个这个事物拢有主伫做主掌权。无论是顺境或者逆境，拢有主的这美意在其中，就是咱喜乐的这个秘诀。就亲像牧师嘛有甲咱讲，
讲若会当在逆境的即个克服之中，也会当享有喜乐的即个感恩的心嘛，这才是活出基督信仰的即个能力。所以，凡人中爱学习交托，知影一切拢是主你掌权，喜乐自然伊就会进入咱的心啊！感谢主第四段是生命如何来叫做神呢？咱所信的这神啊，是会当用生命不断去经历一切神，愈经历愈咱的这个信心就愈会去人成长咱的这个咱的就会这样愈喜乐愈感恩，咱来成为神的这儿女。信主以后呢，我甲我的这个家后有不断的经历神伫阮生命中的这个带领，甲这个祝福。接着真济今仔日呢，无多一一来说明我就甲大家分享我最近的这个经历。因为阮的这个心灵已经是属于主了，但是阮的这肉体呢，也活伫这个世间。这个年月来，这2年月来啦，因为阮的年岁也有较济吼，我甲我的家后在这生命中，拢经历肉体的这个软弱，大病小病拢有特别就是讲这两骨的这动了手术我的家后手术后虽然有较好，有较改善淡薄，但每暗也是无法度通落去困啊。我起初呢，是用迫切的这祈祷，求主完全来医治，但改善有限，每暗的这祈祷并无为我带来比赛中的这效果。我虽然也有信心软弱的时阵，但也是不断的祈祷。后来呢，我的嫂囝甲我分享耶稣有互咱一个最美最水的这个祈祷的这个典范就是伊呢要行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之前伊有向天父来祈祷的。伊讲我的爸若会使呢，你就甲这个杯甲离开我呢，总是无通会通我的这照我的这个意思只要是照你的意思后来呢我就改变我的这个祈祷，我阁甲天父讲知影也信相信你是最疼惜阮的这个天父，阮一生呢是要来挖苦你呢相信主是在阮的身上一定有真水的这个安排甲旨意的。求主的这旨意会当成就我继续甲主保持亲密的这个沟通的。无偌久呢，这新者就发生我的家后呢，竟然会当倒去困阮两个老大人亲自经历主的这疼惜，甲主掌权的这平安，这是何等的奇妙！因为这经验呢，我特别
有体会到这主吼爱我一生学习，而且顺服甲功夫。因为顺服就会蒙福，感谢主。第五段是感恩的结语。回想我的一生主的恩典我讲袂了。问题主的这道路有欢喜，嘛有目屎，有软弱，嘛有感动。无论什么事物呢，我心中拢有永远的这个平安，因为主甲我同在。我真爱圣经的一句话，主讲伊的恩典有够我用。我的软弱中呢，伊完全显明伊的这个能力来保护我。我深深的知影，我伫这世上呢有困难，但我伫主内面有平安，因为我所信的主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亲爱的这兄弟姊妹咱已经得到永生的这福气。伫这个有限的这世间无论咱受到什么款的这艰难，在永世日月内面，拢有短暂的咱是拢有短暂的，咱的主要靠主就会常常喜乐，常常感恩的这个心用神所修饰的这个眼光来看咱的这一生，敢咱中活出上帝的这个画面。互主会通因为咱来得到荣耀，这也是我一生要想要追求的这个目标呢。甲大家做伙来勉励。当然呢，我心中也有一个真大的这个愿望这愿望呢，就是我的这子孙甲亲属也会当甲我甲我的这个家后来，我来早一日来入捌主请为上帝的这个家人甲我同款，会通经历主内面的这个丰盛，得到上天的这个福气，永远的这个活命。我虽然毋知影讲我在生活会阁活偌久毋知有今仔日，毋知有明仔载无所以我也真爱讲是毋是会这样看到这个真水的这个情景但是我相信我的祈祷呢，上帝已经有听到主有应允讲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主的旨意呢一定会成就。感谢主。最后我要祈求上帝将耶和华奇妙的这恩典甲满满的这祝福，赏赐予在座的这各位甲恁的这个家人的身上。恁的家庭也必定伫主内面蒙福蒙恩感谢主，多谢各位。哇！弟兄兄，我要请问你一个，安尼你陪伴者差不多陪伴偌久的时间？好一个礼拜。一礼拜哇，真好写到12点，写改修，搁参搁改。安尼感谢主，感谢主，对，嘿。咱可能较毋知影德良兄伊的经历啦，德良，你经历你来介绍一下你的经历。有。经历
你有摕迄个资料哈？迄个资料，对对对。你会用你的印象来啊？咱的德良兄伊是伫矿务局，每矿哦，毋是矿务局，我是这1927年吼，出生是这家人啊，今年都93岁。我47岁迄一年搬来永和，对差不多要到50年啊。所以讲永和嘛是我的第二故乡啊。我因为我14岁时阵咧，我的先父在过世，迄句我才国学6年级，无使我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第一名。哦，全校第一名毕业。但是不幸无法度通顺利来升学。我就去这当时咱家人最大的这公司家人煤矿公司，这是日本时代日产的三井的一些系统，底下甲服务然后主管呢，伊讲这个囡仔大家无啥前途，你讲你爱个求学，我求学我就阮个厝的是我是店主无趁淡无对甲伊斗下手也袂使，要无要紧咱这家人有一间家人相港专科学校，这是个夜间部的，会使当时是家人最悬的学府。伊讲我都无读初中咧，这个初中才使考啊。要无要紧，你自修，你若有能力嘛是会使考的。自学，迄阵都有自学是吧？自修幼年我来买册尤其是数学跟英文这若无读初中数学、英文一使入无去，你对人袂着。我这两部分我就特别加强加在有时咧就保佑稍微考掉考掉就爱读3年所以我以半工半读的这名校来完成我的学业然后公司呢我就要认同只要个收起来做正式的职员。无偌久就光复光复这我公司是属于日产日产的就来中国政府就来接管我就随这公司移交这个新的这个港口公司啦迄个是政府的公司一直到做到69岁才去退休一共在这煤矿界服务了54年会使讲为些基层的这技术者尾升到主办的工程师矿长、矿务经理另外呢，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还佫有参加有关矿业组织的这一寡组织，我还佫有以技术的身份来这个参与我还是较到在发入这矿务所以民国1802年我得到中华大学中华民国这矿业发展会这服务矿业的服务奖也佫有收得金质的这奖项这是我全国的奖服务奖，这是我无上的这荣幸因为在这个期刊讲我是台湾矿业国宝级的人物。哇，国宝级余德龙兄，矿物总是这种是神的保佑感谢主54年这创矿的这个经历唔是遐简单唔是遐简单。尤其是迄段间我嘛有去这个韩国日本去来考察但是因遐条件甲咱拢无相共，因一讲笑以下就拢无爱短暂，咱人30公分、40公分就真欢喜所以咱的这采掘的方法拢甲日本无法度通应用，所以我就研究
训练咱的采矿的技术，啊，如果配合政府这合理化的这经验来推行，当时这煤矿，对这台湾经济发展确实有淡薄贡感献。谢主，感谢主。还有一个问题吼，无需来解释。你看阮的秀梅姐安尼两个遮尔甜蜜吼，你拄仔搁甲伊，迄个拄仔你毋是搁咧甲伊讲，你一世人要继续疼惜伊。这拄仔结婚的人吼，会讲这敢若较容易者。你已经到即个年岁啊，搁会当讲即款对妇人人讲即款的话，我感觉迄是出伫伊心内真正，伊毋茫甲妇人人会当继续搁行20年、30年，对无？呀，那我听讲你看秀梅这恁熟悉规偌久的时间？讲阮两个罗安青梅讲袂了啊，对嘛？2点钟嘛讲袂了，讲袂了。所以你是熟悉伊偌久才简单来讲吼，嘿细汉时啊，3、4岁时阮就斗阵啦。哦，3、4岁就恋爱咯？无恋爱啦，迄办公会啊。办公会啊。伊做住2楼，我住3楼。伊迄个用2楼，我3楼。吼，共去撞啊！较早日本时啊，3楼是算上悬啦。吼，未读册时啊，阮小弟就甲伊订结伙。阮3个吼，定嘛你遐算，3楼外大红飘啦，吼，天珠啊，吼，拢个算来。毋过我较12岁时，我就离开，因为大个所在，甲搬开啊。就迄阵起，阮就无来往，无联络。真拄好，伊15岁时啊。15岁。我18岁。你18岁。有一日，我伫这法务部，要落来2楼总务部时啊，向去看到伊个。伊看到我安尼，规面拢红起来，我今日字啊，我就想来遮，去学这拍字啊，吼。迄句大家做过见面，见面了后，就搁斗阵，迄句都已经战争啊，登记个所时阵，逐日做撒旦啊咧喊吼，暗时是家人看死声共款，无人大啦，暗暝摸安尼，迄阵我甲13岁，伊也说叫政府甲伊疏开去下港，我也是记录这兵的单，日本兵的单，那记录迄张呢，一礼拜就来报道，就去做兵，做兵，部队是为台北撤出来的以后，顺我37部队，真拄好，记录这了后3天啊，就过好了。哇，佳哉！接着兵单3天讲服，为着要娶某。若无过4天，我就已经记住了。这开始是迄2粒原子弹。原子弹。这底，若无迄2粒原子弹吼，日本吼上少搁装迄1年也未到。哇！为了迄2粒原子弹，死几个10万。哇！结果日本想讲无法度啊。是。而且南洋这兵啊，散莽莽。海军拢免，也无船，通来补给，也无清水，也无食面，一寡兵啊，拢破病啊，无人去食，尾拢走去山顶去哩，感谢主，无导航在袂煞呢，我也是为了安尼呢，才有法度，感谢这议会，我就甲伊结婚了，伊当时啊，才18岁18岁，你21岁，我21岁。哇！才讲足甘心。3、4岁就甲你熟悉啊。几岁啊？吼，是这我都毋捌说这人啊，来我遐，含我阿姊走进有8、9个啊。所有的这工课吼，拢伊甲我小妹去做啊。迄几头人真可怜。有像即摆讲有雅士咯，什么这电锅咯，什么较早拢无啦，爱行头大，去大灶安尼，洗衫。嘛是用安尼暖吼，安尼暖，是要洗8、9样的衫，暗时啊吼，头拢会在哭，我就甲安慰啊，忍耐啦，总有一日咱会
出头天的。哇，是，有影出头天啊！但是4岁吼，我派出去现场，去现场时，我住喺宿舍吼，日本是空中大嘅宿舍，足大间。矿长矿长嘅宿舍。矿长大嘅宿舍。好大，迄句阮才抹出来，迄句才独入，是迄句了，伊就开话，什么嘛免做啦。我若发哦，伊也出头天啊！来你打什么常规，我若发一嘴啊，人就来做便便，这4个这囝儿吼，嘛是去迄个所在3坑啦，咱即摆这普干车有一个3坑站，要加人2个3站，伫迄个所在，矿工有600瓦的。好啊，哇！咱的德良兄有真好的见证哦，原来这2念炸弹嘛会当救一个人的婚姻啊！哇，这是真奇妙，因为上帝伫伊的家庭内面。咱搁一摆用普话声来多谢咱的德良兄，伊的见证带予咱真大的激励，嘛，予咱这个信仰会当一代传一代啊！上帝真疼惜咱吼，会当享受咱德良兄因这个家庭伫咱的中间。感谢德良兄来，德良兄会当来请坐来。感谢主哈，嘿。OK。我是讲，咱爱用90岁的迄落来听伊讲，结果我发现伊差不多75岁的速度啦，而且佫袂跳抓吼，迄个条理足清楚哦，哇，足感谢主，上帝予伊有一个精英的灵。嘛，透过伊的性命有真水的见证吼，所以伊嘛讲到上帝话语，互伊所带来的困难，所以我听了我就讲，今仔讲就毋免讲啊，小组注来恁家己看就好，感谢主啊吼，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来感恩，咱看见上帝奇妙作为伫咱德良兄的家庭，我嘛相信透过上帝话语，有缘会当互咱成做一个活泼的人。主的面前，咱起立，咱来吟来。我将你的话语藏伫我内心，连伫我内的嘴里。
见证活我放伫咱的教会内面，互咱会当有真好的学习，将一生交伫主的上帝的手中，听伊的声，行伊欢喜的道路，咱的一生就会当愈来愈丰富，愈来愈有荣耀。这是上帝应允咱的。咱看德良兄，伊有领受，伊嘛深信这是上帝对伊上介大的祝福，嘛是伊一生内面上宝贵的一件代志。所以咱感谢主，也将这款的祝福伫你的家，伫咱教会兄弟姊妹的家中间来显明。好，所以咱这时阵，咱为着德良兄的兄伊的厝还未信主的伊的迄个愿望来祈祷，嘛为着咱家己的家庭的遐还未完全靠耶稣基督的，咱提名来为着因，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伫今仔阮敬拜的中间有你美好的安排，互阮德良兄会当徛伫你甲阮正人的面前来见证伊的性命怎样受着主你的拣选，你的拯救，互伊会当进入伊丰盛的生命中间。阮感谢你，主伊心内所期待，伊的囝儿、伊的亲人，还未归附伫你的，主伊日日为着因祈祷，你有听见，愿你来应允成这的事，互伊的全家完全归附伫你。阮嘛要求你帮助，将这款的恩典赏赐伫阮正兄姊妹中间。感谢你，听阮的祈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更加用信心来学乐，来祈求，哈利路亚。你的路要过去，你的话应存在。天地要毁坏，你的话无改变。我将你的话语藏伫我内心，免你我来得罪你，免你离开你。哦，主啊，甲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将这款的恩典放伫阮的中间。愿你继续来引带这个家庭，伫丰盛、伫平静安稳内面，来经历上帝你更较大的带领甲恩典，将救恩完全施落伫这个家庭，也施落伫阮正兄弟姊妹家庭。愿安尼的恳求，愿主你感纳，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做咧，坐落去的，进前甲隔壁讲，德良兄会领受，咱嘛一定会当得到，阿门。阿门，是有真水的见证吼，来，咱请坐。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若阮到主，是阮做一，谦卑领受我命全完，信心同看，加天开朗，报答主阮信心所愿，甘心乐意，一心一意。
会众请坐。即马来事工分享。咱教会事工拢有记载伫即个周报内面吼，咱会当来做伙来看吼。咱嘛来关心咱教会遮几件的代志吼。咱真欢喜，就是早上开始，咱的生命更新营这到今仔日咱早上拢总有差不多30几位的遮学员来参与吼。其中有9位是永和教会的牧师、牧师娘带领因的长执来参加，伊嘛期待因的教会会当开始有一款的培育的系统会当来进行吼。所以咱感谢主咱会当有一款的分赐，互咱会保护咱的永和教会，感谢上帝吼。那咱的幸福小组就是小组的报道，咱后礼拜就要来开始吼，所以咱遮个小组拢在准备的过程，咱会当逐日为着遮个来祈祷。我相信这是上帝上界爱咱做的，也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所做的一个唯一的一个目的吼。所以咱参与伫即个中间，这是一份的荣耀。咱望兄弟姊妹，咱来关心即件代志吼。后礼拜咱的幸福小组的启动的日子吼。领袖之夜即礼拜拜二因为牧师爱去南部所以即届咱就爱来暂停吼。伫国外节的时阵，迄个国外节迄个主日下晡点半咱有要举行圣宗追远的纪念祝福的礼拜吼。青书长老有甲我讲，有啦，足早的时阵，咱夏牧师伫咱教会伫牧会的时阵有一摆有举办一届吼。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吼，互咱知影，咱来对书嘛，互咱会当真清楚，咱是真重视即个献美的家族的吼。所以咱会当代代相传，这是上帝应允咱的祝福嘛吼。所以望咱会当来，甲咱的直属的家属受主敬调的，无论伊是有信主还是无信主，咱拢会当甲伊的相片的电子档，甲伊的生甲受敬调的日子甲你家族的名，你的代表吼互教会咱伫迄日咱会当用即个电脑安尼一步一步，一个家族来介绍嘛会当起立互咱来知影吼。所以这毋是咱家己教会还是姊妹的事尔，既然这是你的家族的事，你嘛会当邀请你要对事比如讲比如讲是我的老爸受主敬调去，吼所以我若会使，我就尽量会当邀请我的亲人无论伊有信主无信主，拢会使会当来参加伫咱迄日的即个纪念祝福的礼拜的中间吼。所以，互咱兄弟姊妹知影，咱关心即个代志。咱今年第一届做，咱期待会当有用心来备办。透过迄个下晡的聚会了后，咱嘛提供一寡的餐点即个地点互咱的家族的人会当，比如讲伫楼顶，还是伫外口，咱会当坐落来讲话，大家互相关心。佮互相熟悉，咱的教会，这嘛是一种传福音的机会吼。所以望咱兄弟姊妹来第一即个来了解，若无了解，会当打电话，还是直接甲咱的长就来问吼。我相信咱今年开始，咱就会当来办了真好势吼。好，4月第1主日，咱要举行圣礼典，就是要圣餐甲洗礼。若有感动要洗礼，咱来鼓励因来报名来参加进入伫咱永光教会即个恩典的大家庭内面吼。好，咱教会有弦乐的服饰在招募即个学员，所以咱的主题也是咱所熟悉，伊像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还是贝斯大提琴吼，这拢会当来报名吼。咱有专业的老师会甲因训练。然后咱伫国外节的时阵就会当有服侍吼，这是咱第一届要来了解讲，咱伫遮咱的主题中间有偌济遮个人检查后来，佫会当继续有机会来甲因操练，互因伫这方面真做文书，
嘛会当来服侍咱的上帝吼。好有这个出国会当去这个受造就的，就是访韩的盛会是7月15到22。去到托尼基，这个是10月21到11月初2，吼所以咱后这个感动的就紧来报名吼，特别托尼基的有附近咱的中会的人听着讲，咱教会有在办吼，嘛要来挖咱安尼吼，表示讲伊嘛真意爱会当去看这个启示录的7间教会，看白毛海书，这是真为着咱基督徒。特别安排的这个行程吼，咱前礼拜迄个罗长老有到咱中间来甲咱介绍，所以这相关的资料你若无的，你想要了解，咱会当来顶面来客吼。好来，即摆已经截止啊？明仔载截止哦。如果明仔载截止呢吼，安尼咱就若有迄个感动的就紧吼，礼拜煞紧来看吼。好。来，今仔日咱的儿母有影音同工的训练会吼，3月23秀莲小组因有互牧区吼有互我的踏青吼已经满吼总是咱若报名的，请咱就爱紧来交费，安尼较有准绳吼。好，咱中华妇女部主办爱修会，伫4月初9到初10，伫统一的马武都的度假村。即届有邀请咱的潘牧师来主讲，所以咱的妇女若有感动的，也是讲有兴趣，就紧来了解来报名吼。这是一个真好的会议，真好灵修的一个机会。咱来关心这萧云婷、陈启贤、梁约翰、甲卢前一，咱的兄弟姊妹身躯的软弱，咱会当提名来为着因祈祷吼。咱这个时阵，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吟这条诗歌，彼此来祝福。主来临，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相信来祝福你，光芒带领你多福气，兄弟祝福。咱的可敬的咱的夏牧师今仔日伫咱中间吼，哇，甲咱的牧师娘吼，OK 好，咱感谢主会当做伙一只敬拜，是一个真喜乐的事吼，请咱徛地，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丰盛的恩典。伊的光也照咱，互咱伫伊的名内面活出充满意义、快乐甲丰富的人生。也愿圣神帮赞启示，互咱照着伊的感动，照着伊的话语来行，来活出美好的见证，荣耀主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会平安，请坐，上帝恩典丰富，教育咱用保守咱每一个的脚步吼，请坐。咱嘛进化。